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县长林姿妙牵涉到洗钱贪污的案件。宜兰地方法院开庭审理，传唤到林姿妙甲一个证人。检察官认为林姿妙一直用支票借钱还钱，真无正常。林姿妙讲，当时为着要省钱，予囡仔读册，经济压力真大，才一直来借钱。林姿妙是话冤枉，讲甲脑梗啊甜。县长，那钱是借的吗？张开庭讲到闹讲甜，宜兰县长林姿妙几顿讲出席活动，行甲真紧，看得出心情介歹。县长，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小朋友读书钱吗？林姿妙牵涉洗钱贪污案，检方发现伊为2017年开始，超过100笔的资金无正常出入，敢若利用人头户洗钱洗超过7000万。县长辛苦，有没有什么？人无话无据，宜兰地院将传唤林姿妙和姓谢证人。姓谢证人强调，两人是老同学。当年林姿妙从囡仔学费该借钱，伊交由林姿妙当时的助理领钱。林姿妙借钱会开顶价支票，票期1个月内到期自动汇款。不过检方怀疑这31张支票金额相反，一直借钱还钱，并无正常。林姿妙当庭艰苦化冤枉哦。你那边借那边还来去的，一直伫金流不寻常的金流往来金钱往来，这款互人较匪夷所思啦。林姿妙讲，翁婿过身，伊家己一个人车养囡仔大汉，学费抵甲伊无地通喘气，才会一直借钱还钱。即马防冤枉实在是真艰苦。最近政治现金直直咧炭烧，林姿妙冒死案定身，预计伫咧年底前对一审宣判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